婆婆，婆婆呀，我是女儿，我是你的孙女儿，燕子，你最喜欢的燕子。婆婆，婆婆，婆婆，全部都在，全部都在，全部婆都在，婆，全部都在，婆婆，全部都在。婆婆，我们一家人都在，外婆。我全部都陪到你的。对，就是他婆婆说的个孤，一个孤儿来重庆来个开枝散叶。婆婆，婆婆，你真的还是很幸福。你为整个家族的民族都幸福。你是佘太君。你看嘛，好幸福嘛，所有都在，是不是啊？你爱的人全部都在那点儿，我们全部爱你的人也全部在那点儿。我们家人都在。我还听说我摆故事啊，你是告花回来，想起没得？想起的哈，这个啥给我们摆下，让我们这晓得等于说真心晓得啷个创业，是嘛？我们家人，是吧？嘿嘿，是吧？那个然后看到我结婚了嘛？里头你没看结婚了嘛？肯定是吧？要儿了嘛？各位家属，麻烦请不要全部都围到那点儿，我们在外头稍微先等一下儿哈。我们哈哈有啥子消息会及时通知你们的，麻烦你们先在外头等一下。我们在外头呢，我们是在外面的婆婆，我们等你好起来哟，好不好？这是外头去。对。